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老的啊，我感觉你敢讲真好呢。哦，是安怎讲？无，你哪会找着我？哦，是啦是啦。那安尼讲啦，应该是你会敢讲比我好较侪才对呢。我敢讲一向拢惊准，拄啊迄摆去选唔着伊啦。医生，有啥物你耳仔遐那液气温度计？啊，惨啊！我才拄啊一定是特别插入去迄环境的屎坑内底啊！有一对爱人啊，伫海边咧散步，突然间，一阵极大的风吹过来。哦，这风足透呢。嘿啊，安尼轻危险，毋拄好迄棍啊，掀起来要安怎？人紧要紧转去换裤啦。啊，你是要转去换长裤？无啦，我想要换一领较水的安全裤啦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廖迪 Camber 每礼拜六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